家请大家先将你的手机关机，还是关做震动，大家准备心，咱今仔早起的敬拜，请咱来安静1分钟。这个礼拜开始，来请到来。上帝啊，照你的慈爱引领我，照你丰盛的慈爱撤销关于过失，求你将我的罪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咱即摆咱来请敬拜团带咱来会前的敬拜。平安，主下你是主的身体，咱会当用华语心来敬拜伊。咱分享的时光，邀请大家会当站起来，咱做伙来念。心。
来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用，请我们依然站立，用使徒信经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坐。咱即摆来看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节，伫约书亚第7章，咱要对第10节读到第6节。约书亚第7章第10节，耶和华甲约书亚讲：起来，你写书安尼，他伫地上。以色列犯罪，违背我所命令你的约，书应该献给你，也偷摕，也行规则，放伫伊的家器中，因为安尼，以色列人，伊对敌的面前徛袂牢，因伫对敌的面前活当心脏。是因为因正做受咒诅，恁若无将应该献的物对恁勇敢举起，我就无甲恁三角地地。你起来，互百姓清气，甲因讲，恁着家己清气，备办明仔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以色列啊，恁还袂交出迄个物，就伫对敌的面前，恁徛袂牢。明仔早起，恁着照恁的支派群前来，耶和华所赐的支派，着照宗族群前来，耶和华所赐的宗族，着照家管群前来，耶和华所赐的家管，着照民兵一个一个群前来。受处着的人，有应该献的物，伫遐，伊甲伊所有的着受吓烧，因为伊有背耶和华的约，搁因为伊伫以色列人中有行戆戆的事。16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的家世，按着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客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客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
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们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26节，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好的，咱请圣歌队用诗歌带咱做伙来敬拜。
的阮的上帝，阮感谢你赐予阮有主耶稣成做阮永远的祭司，互阮的罪得到赦免。阮今仔日会当来到教会，感谢你圣的三角主旨，这是何等有福气的事。主啊，这2天台中百货公司的气爆意外，实在叫人触目惊心。我们除了为他们祷告，似乎不能做什么。恳求你安慰这些受难的人们，也恳求你让台中市相关的单位能快速的、有效的动员，帮助受难的家庭能得到应有的帮助。主啊，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并不比那些人有益。人生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何其多，虽然我们知道这些苦难试炼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无可避免的。在每一次的试炼中，恳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坚强。主啊，阮今仔日也要伫一家来举行1年1摆的会员大会。阮正向姊妹要做伙来关心教会规年度的各项事工甲财务奉献，也对伫遮个事工提出反省，看教会所行的事工是毋是下伫伊的旨意，也成做阮过来1年要做事工的一面镜。主啊，阮的祈祷无完全，所以阮也愿意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请我们同声以主导文、主教导文的祈祷文一起来祷告。牧师的典题，伊要进度的题目是怎样看罪，如何看待罪？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就平安经过新的一年，感谢迄个上帝隐藏甲带领，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今仔日即个特别的日子，上帝所拣选的日子，三角主日，伫咱的教会。今天我们要举行除了我们很重要的要跟我们守圣餐，来修信餐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咱等一下我们要来举行这个会员大会，这个是长老中，特别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特有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来为了关心我们教会那我们有这个会员的制度那从会员的制度当中，我们产生了教会的执事长老牧师，所以这样的一个组织，也让我们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台湾宣教超过150年的这个历史。虽然我们会说长老会又长又老这样，但是咱也是都有少年我们仍旧有一些年轻人来兴起，我想这是一代一代的传承。那今天我们也来看我们整个要开合会，咱们来开合会。我知道我们当中大概80%、90%的弟兄姐妹都听得懂台语。但是我们还是要为着10%、20%的弟兄姐妹们，有些弟兄姐妹真的没有办法
完全听得懂台语。那这个也是我们做信仰的反省。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巴别塔的故事，语言也常常让我们做信仰的反省。透过和会，今天我想弟兄姐妹们也在我们的招待桌每一个人发2张卡片，这个卡片是我们的祷告卡。等一下牧师会教大家怎么样使用这个祷告卡。从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里面，约书亚记第7章10到26节，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约书亚他是一个祷告的先知，祷告的领导者，但是他下面的人或许就没那么顺利。如果你没有仔细警醒的祷告，有可能就落入那个罪恶的深渊。刚好到这个礼拜天排到杨牧师来讲道，那杨牧师一系列从约书亚记的这些记载，我们也看我们的人生，能来看待他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罪的问题。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认罪，我们悔改就没罪了，没罪啊。其实罪一直不断的搅扰着我。那透过这个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也透过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这边有很多项目，为了健康教会的健康的教会，成为健康的教会来祷告，为了我们长子同工祷告，为牧师团祷告，为教会合一来祷告。我们感谢主咱来当台语堂、华语堂弟兄姐妹三个这里组织的咱这个所在。那我们的3楼的礼拜堂也即将快完成，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即将要完成。那还是卖个关子那你当去参观如果礼拜聚完会之后，你从这边的一个铁卷门那边，现在应该都开着。那我们稍微参观一下。虽然这个场地还有一些工具，我们要小心，但是牧师期盼说，我们就先整个完成了然后如果你真的是动得掉，想要看一下硬一个，可以上去参观一下。还有2楼的后端的这边的教室都已经大致这个整建完成。过来就是咱这个主堂。你看头前宾馆遐有小可光那边。小可有拆掉偏房遐头前电火可能兄弟姊妹无注意小可拆掉也稍微拆掉了那个灯光还是有照着其实有一些木板已经看得到了。我们的楼上这边这边。没有仔细看不出来所以以后的设计，我们可能这个天花板会整个再往上延伸因为我们比较担心，设计师比较担心会不会有什么梁柱挡住，就没有办法后来这几天有稍微敲开来看一下感谢主这个不影响整个结构所以可以想象那更整体的我们的这讲台上会类似有的挑得更高一点更较广。过来咱就要开始整建咱的1楼的礼拜堂。当然我们看那个设计图真的是很漂亮感谢主也让我们这个意向跟目标，我们就一起增长，不只是硬体方面，但也能配软体方面。所以祷告很重要。那目前有兄弟姊妹都发到2张祷告卡。等一下我们会将这个祷告卡写好之后勾选，然后你写好之后签名之后，我们会有同工拿那个板子，我们就一起贴在那个板子上面。另外1张你就拿回家，放在很明显的地方，可能你可以放在梳妆台、镜子前面给它贴。这个是一个贴纸，很好用，就是可以用。这样凹槽，它撕开来就很方便，很方便。所以等一下礼拜的时阵，你听讲道的时阵，当然你也当开始想，可以勾选、思考一下。等一下牧师会带大家一起来祷告，牧师会传达给这回来。对，你也可以写认罪的祷告，因为等一下跟这个我们今天的礼拜、今天的会都非常有关系。求主帮助我们如何看待罪，要安怎样看待这个罪。约书亚记第7章有讲到，以色列的百姓他在爱城的失败，虽然这个胜败我们说兵家常事，
但是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带来伤亡。哦，所以如果没有认真的检讨，为什么会失败？一场战争，一场科技，一个事业。哦，如果没有好好的面对、检讨那个失败，哦，找出下一次的原因，有可能会重蹈什么覆辙，会一直循环，迄个无好的恶的一直循环。所以真重要就是咱要对失败，从失败当中学习到什么样的教训，然后得到成长。特别是咱要有信用的眼光，我们一定要有信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活。哦，每一个弟兄姐妹，哦，包括牧长们，我相信我们都一样，就要看待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我们明白造成失败的原因之后，我们要采取行动来对付，对不对？哦，那怎样都会失败，咱就要开始对付，哦，要采取一个行动，哦，怎样那个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所以，这个圣经有一个名词很重要，叫做悔改悔改。哦，悔改的中文是由2个部分组成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后悔，然后加改变，对不对？做错事一定会后悔嘛，后悔，但是你需要改变，叫做悔改。哦，所以光只有后悔是不够的，还要加上改变。哦，所以许多人，包括你我，们都尝到所犯罪所结出来的那个苦果的时候，哦，会非常的痛苦，对不对？哦，会非常的难过，哦，会表现出一副很后悔的样子，因为你被脏到了，你被抓到了，你被狗仔拍到了。哦，你知道那个是不对的，可是你竟然去做了，被抓到之后，很后悔的样子。然后行为或许会改，或许不会，或许因此这样就改变。哦，一旦那个痛苦过去了，或者是那个痛苦暂时减轻一些了，可是照样去做事。哦，那教囝就知影。我们教导我们下一代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惩罚是很严厉的，可是1天2天1个礼拜过了之后，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民被人难不折，人就很晚才起床要去上学。哦，交代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做好，等等的。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经历。哦，所以悔而不改不算悔改，知道吗？哦，悔而不改不算悔改。哦，所以悔改，愿我们都可以来学习。所以当约书亚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一整天，有没有？他祷告了一整天，上帝启示他说，以色列人在爱城所打败仗的原因是他们当中有人取了当灭之物，哦，并都爱交出去的，献出去的，哦，并都爱献出去的，要当灭之物，哦，这个灭绝的物件，违背了上帝的约，所以上帝不跟以色列人同在了。没有上帝的同在，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战胜那个仇敌。我们也一样啊，咱若无上帝同在，无法度太赢这世间所有的恶势力的关系。所以上帝很清楚的告诉约书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首先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怎么样？自洁。好，咱都有说的名讲好，着自洁，自洁。即马佫加一个，当你想想，然后想到他的自洁啊，自洁很好哦。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百姓都要自洁，取出当灭之物的人，哦，要找出那个当灭之物的人，开始去找，将他们所有的东西，用手火焚烧。所以约书亚的反应很积极哦。一天的上帝安尼讲，你就马上去做。约书亚7章16节告诉我们，约书亚清早号召起来，就召集以色列百姓去处理这个问题，并且经过一番的努力，找出来谁，这个厉害了哦。他们不是用一般科学办案的方式，用信仰的角度在找这件事情。好，找出来谁犯罪？好，亚干。亚干这个人犯罪，最后他有没有承认？亚干有没有承认？有承认。承认他是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私自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然后20色克的银子、50克的金子占为己有，然后藏在他自己的那个棚内。然后呢，约书亚派人去这个亚干的帐篷找，结果有没有找到？真的找到了。真的找到了那些赃物。然后确证
这个罪证确凿的情况之下，以色列人就在什么哪一个地方？雅各谷，单独讲探六，执行死刑。我们不是谈论死刑的废不废的问题。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执行死刑，用石头打死亚干，又用火焚烧他所有。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刑罚太重了，只不过什么没有听话嘛。偷一些小东西啊，其实这个是小东西，对不对？小东西，漂亮的衣服，一些银子、金子，占为己有，结果被判死刑。台湾有这个例吗？应该还没有吧？头前物件判死刑，不知无啦有这么严重吗，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一点。好，这一幅图可以看到亚干这些东西全部他偷来的，还有一件漂亮的衣服。好，一起念，预备来。那么严重吗？所以有这样严重不？会有那么严重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如果一个人只是犯罪，单纯的偷窃的罪，一般的做法就是什么？赔偿啊，几倍的价钱，几倍的价钱，或者是坐一段牢的时间。只有在非常严峻的刑法的国家，可能把手砍掉，对不对？或者是所谓的鞭刑，我曾经就真的那个 YouTube 上面看那个鞭刑，吓死了，光看就吓死了，严峻的国家，所以亚干的罪并不是单纯的偷窃的罪，它有两个这个比偷窃更严重的问题存在。第一个就是什么？亚干的犯的行为违背了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的什么约 ？covenant 约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还是一直强调那个约，不管是我们说婚约也好，什么样的约定，那个上帝跟我们的约，跟以色列百姓的约，让我们来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亚干犯的就是什么？他拿的是什么？当灭之物啊！当灭之物的意思就是什么？那要销毁的，因为里面这些东西一定有什么？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这个罪恶，我们可以说邪灵，或许存在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行为，我们就好像亚当跟夏娃的那个问题，不是贪吃的问题，对不对？是什么问题？是他们吃了上帝吩咐不可吃的果子嘛？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偷吃果子本身并不严重，但是悖逆不顺服神的那个心态才是要命的问题。所以在攻打耶利哥之前，上帝很清楚的吩咐约书亚嘛，照样很清楚的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就像在讲台上面的传道人员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说，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信仰里面，可是我们还是会去犯，就像圣经提醒我们，上帝的话提醒我们一样。所以约书亚很清楚的宣告之后，如果拿了会使全营里面的这对全营的人受咒诅啊，还有金银要归耶和华为圣，要人跟耶和华守这样的一个约定，那我们这个东西要入耶和华的库中，仓库的库中，所以上帝禁止以色列百姓在耶利哥城取当面的这些东西，是因为那些物品是在什么咒诅之下的。我们知道咒诅是用在奉献给神明的事物上，所以在那样的过程，竟然要把这个奉献给神明，哇，这太恐怖了。所以耶利哥城的人陷在那个这个我们知道迦南地偶像崇拜的这个极大的罪恶当中，所以城中的财物一定是充满了败坏的那种权势。所以那些金银这个铜铁器皿都是献给当时那个神明邪灵啊，我们说邪灵。所以亚干所取的这一件漂亮的衣服是什么衣服？你知道吗？示拿的衣服。
示拿是什么？巴比伦，巴比伦，喜拿是巴比伦，说巴比伦文化就是在东方，当时东方魔鬼崇拜的源头啊，这样不清楚啊，就是这样，所以那件衣服也不是普通的一件衣服，也可能跟偶像崇拜有关联的，但是伊怎样？或许他不知道，或许知道，所以这个就像我们很多现在的文化当中，在台湾的文化当中还存在的，比如说台湾有些父母亲，他会把自己的孩子的衣服拿到庙里面怎么样拜一拜，谁拜拜，他回家拿给小孩穿，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得到好运嘛，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父母动机当然都是好的，但是他们得到的结果呢，相反。因为偶像背后的那个邪灵的权势，亲爱的弟兄姐妹，实质上得到的往往不是祝福啊，反而是什么咒诅。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我们去泰国啦、尼泊尔啦、西藏旅游，千万小心，不要随便买当地的那个饰品或者是艺术品回来。我是别的公司啊，因为那些东西有可能这推测有可能是祭拜过的。或是做过法事，那些物品的背后有可能是带来邪灵的权势，让我们稍微警醒一下，注意一下。或许有人会说，牧师，你哪帮忙？现代科技文明这么发达了，我们怎么还会相信这些灵异的事情啊？这和我们的世界观有关系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开会员大会，我们回到家里面来说。我们回来到厝，咱就会来讲这个阳凶问题。如果我们相信的是一个唯物的或者是机械式的世界观，只存在所谓的自然界，其他一概不存在，那么有关咒诅邪灵的说法，当然以这样的角度看是无稽之谈。不过，若我们的世界观除了自然界之外，还有超自然界的存在。那么自然界受到物理定律、化学定律的管理，超自然界也有受到一些灵界定律的管理啊。我们要清楚，这个影响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圣经真清楚的来讲，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存在的世界，除了受到自然界的定律管理之外，受到灵界定律的管理，而且灵界定律比自然界的定律更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这样你知道吗？很清楚了只不过我们一般人对灵界认识太少了，是不是？真的太有限如果我们不相信有灵界、超自然界的存在，那么等于我们不相信圣经的启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亚干的问题，除了取了那个当灭之物之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违背上帝的约。上帝清楚吩咐以色列百姓，耶利哥城的金银财这些东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但是亚干却把一部分怎么样据为己有？是不是上帝很穷啊？所以规定所有的金饰都要归他所有，是这样吗？应该不是的。事实上，当我们读到以后会读到这个约书亚第8章27节里面，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猎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约书亚的话。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话，所以以色列人第2次攻打爱城这个城中的牲畜财物，上帝都给了以色列人作为他们的战利品。为什么在攻打耶利哥城和爱城，上帝给以色列人有不同的战利品的原则呢？怎么会这样？因为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攻打的第几个城市？第1个城市。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见上帝给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出熟之物和头生的牲畜要归什么？要归给上帝。这代表这一切都是什么？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赏赐，万物都是上帝的。上帝其实一点都不缺乏，但是上帝要以色列百姓献上那个出熟的什么果子，目的是要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一切的好处都从谁而来？上帝而来。
所以耶利哥城的金银，这个是出熟之物，要献给上帝。当亚干把一部分据为己有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看为与上帝同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比较严格的要求，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所奉献的是完全的吗？还是你会保留一点点？我们所奉献的，你还会想要报税吗？让我们思考一下，我奉献给上帝，或许会有不同的解释哈。但是牧师，鼓励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还是会讲那个嘛，奉献赠礼给弟兄姐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要往国家的地方报税的时候，这个或许跟某一部分弟兄姐妹比较有关系但是牧师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看待奉献？亚干看起来只是犯了偷窃罪，好像没那么严重，罪不致死。但是问题是，他取的那个当灭之物，使咒诅临到哪里？不是只有临到他自己本身，是临到以色列百姓。所以在爱城之役阵亡的36位以色列战士，都是因为亚干所犯的罪而死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刚开始在迎接迦南地这个得地为业的那个时刻，如果亚干的罪没有被正视、被对付的时候，那么类似的罪就会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蔓延开来了。所以这个罪一发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当亚干的这个罪被严厉的对付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还在雅各谷的地方怎么样堆了一大堆石头作为自己的警戒警惕，罪恶的权势就很快的阻止了。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念一遍，来。对付罪的根源，对付罪的根源，我们就要探讨，我们要想想，对，我们会犯罪，但是那个罪到底怎么来？那个根源源头是从哪里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对罪的反应就是有那么严重吗？对不对？甚至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说。杨妹妹牧师有那么严重吗？也会讲我只不过拿了一点点东西，又不值多少钱；我只不过说了几句谎话，又没有恶意欺骗人；我只不过和异性单独在一个房间里面相处，也没有做出什么越轨的行为；我只不过好奇去算了一下命，又没有到处求神问佛。不要小题大做，反应过度，好不好？杨牧师。当然，你真的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反应过度吗？咱台湾有一句俗语在讲：细汉大汉，知道什么意思哈？就小时候偷邻居的这个丝瓜，是不是然后呢，长大以后偷邻居的牛了好，面对罪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等到后果已经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去处理嘛，那就为时太晚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我们就一开始就可以慢慢的就要注意了，要警戒了，要知影，要警醒。我们看见亚干是如何描述他犯的罪的经过。第7章21节的地方，我在所夺的财物当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客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客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按诚实的讲出来。这时候他最诚实，他讲出来了。然后便拿去了，如今藏在那个案发的地点跟这个窝藏的地点都讲得很清楚，如今藏在我帐篷里面银子在衣服底下。我们看到亚干犯罪3部曲，第一个我看见，第二个我贪爱，第三个怎么样？我拿去。我看见，我贪爱，我拿去。这和夏娃在伊甸园吃的禁果的步骤是一样。他看见了树上的果子，做好的食物，令人悦人耳目喜爱贪爱，然后呢，能使人有智慧，所以摘下来吃了。创世记第3章第6节。所以采取行动去犯罪已经是最后的阶段了。在犯罪之前，其实他应该是酝酿很长的时间了。在犯罪进行应该还是在行啊。看见美好的事物不一定会犯罪，看见漂亮的衣服、好吃的水果，
美丽或英俊的异性，不一定会导致犯罪，对不对？对吧？但是如果目不转睛的一直看下去，然后呢，一直看下去，然后心中产生了贪念，然后希望把这美好的东西从别人的手中占为己有，那就已经走到犯罪的边缘了。然后再等待那个合适的时机下手而已，是不是？因为已经很久了，注视很久了，所以小偷要犯罪之前，他会到什么？他会观察嘛，对不对？他会去一个地方观察。孔子有说嘛，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很有智慧，所以任何可能引起我们非分之想，甚至犯罪的事物，避免去看，避免去听，避免去谈论，避免去接触，因为这些就像病毒、细菌一样，接触机会越多，时间越久，就容易感染，然后生病。雅各书1章15节说得好，雅各书，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来？罪既然就长成，就生出什么来？死来。所以罪的代价就是死。亚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被石头打死，原因是他所犯的罪，连累以色列百姓受到咒诅。他所犯的罪是因为他心中贪爱世上的财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懂得去正视可能会造成我们犯罪的根源。所以在这些私欲在怀胎的时候，我们就要什么呢？那来对付一样，对抗一，免得吃的苦果才要想去处理的时候，有可能付出难以承担的代价。这个根很重要。我们看啊，这很漂亮的。如果我转过来让大家看一看，实在是用了很多的技术让它撑得这么漂亮。最后一点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就来结束。这也是我们信仰常常会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少年的年轻朋友们，我们会常常讲的这个问题：上帝的慈爱跟上帝的公义到底在哪里？我们要怎么样去平衡？我们再回到亚干身上，我们思考一下：上帝给亚干的死刑的刑罚太过严苛吗？在我们的国家的法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自首的人可以怎么样减轻刑度。如果不是自首被警方抓到了，应该判多重的刑罚就是多重的刑罚，对不对？那在亚干不是自首是什么样？被调查之后抓到了。虽然看起来有点像是自己承认嘛，因为后来也嘛供了嘛，看起来好像自己承认，但是实际上事实上他是被抓到的而且他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所以当天的情况。约书亚一清早起来就聚集了以色列百姓，然后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向着以色列人宣布说：以色列人在艾城打败仗，是因为有人在耶利哥城的战役这个没有遵守上帝的吩咐，然后呢取了当灭之物。好，请问这个时候亚干有没有机会自首？已经讲有人偷摕物，摕物件不应该摕有没有机会自首？承认他犯了这个罪？有无？有啦，一定有那个机会了。不过亚干没有主动承认他的罪所以耶稣亚就吩咐人怎么样？开始什么？筹钱。我要是亚干，我就心里这更怎么样不可能的啦，你筹钱嘛，基利12支派嘛，就枪就搞先按支派抽签，过来按什么宗族抽签，再来按什么家世抽签，最后按那个家世的这个人丁抽签，你那几个人抽搞抽签，以色列有12个支派，然后12个支派当中犹大抽到犹大支派，巧合几率几分之几？12分之一好。在犹大支派当中抽到什么谢拉的宗族，巧合几率1/3。好，在谢拉的宗族当中
这个按家世抽一个一个前来，取抽出什么谁？萨底加，巧合几率1/1000以上啊！这可能阿甘行为，然后亚干在想的，所以如果你是亚干，你看见抽中的几率是犹大支派，然后又抽中谢拉家族，然后又抽中自己的祖父萨底的这个家，然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连三声或4声的，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抽签的过程当中，亚干绝对有什么自首的机会嘛？是不是？但是他却没有采取自首的行动，好可惜哦。圣经很清楚的这样这个活真真实的这样记载下来。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眼睛就一直张大。我想说亚干会不会冒出来说 ：“Sorry， 是我啦。”没有。抽到他父亲的时候，他也没有采取行动，他还是希望有可能抽到谁？我的兄弟啊！最后结果抽出来的真的是亚干呢。在上帝如此清楚准确的引导之下，亚干才不得不俯首认罪。其实亚干有很多的机会主动认罪悔改，但是他都不肯认罪，所以受到上帝很严厉的惩罚。有话通讲哦，安尼有话通讲哦，圣经记载真清楚啊，无话讲啊，哑口无言。那时候开始要做亚干，我想他会做一件事情，什么事？都叫咱开始讲的悔改，悔改。顺便一提，喇合知道吗？喇合跟亚干2个人，我们做一些对照。喇合本来是耶利哥城的人，原本他是属于上帝命令要毁灭的群体的一份子，对不对？他在耶利哥城被攻破的时候，理当一同就灭亡。但是因为喇合他怎么样？他知道也会真神，他信靠上帝。虽然他的身份是那么的让一般人看是不堪的，但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窝藏2个以色列人的探子。后来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将喇合和他的家从当灭之物的耶利哥城怎么样救出来？然后反过来，亚干是以色列人，我们好好想这个问题，是跟上帝立约的群体的一份子。原来有上帝的同在跟上帝的保护的我们，但是他却不遵守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吩咐，取了当灭之物，违背了上帝所立的约，迟迟不愿意认罪，最后反倒跟那个当灭之物就一同灭亡。弟兄姐妹，我们从喇合跟亚干的身上，我们看见愿意悔改的人，上帝是满满的恩典跟怜悯。上帝不再纪念他们过去所犯的罪，上帝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全新的开始，可以领受超过所求所想的祝福。喇合后来成为弥赛亚谱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员，对不对？但是对于不肯悔改的人，上帝是公义的，是严厉的。上帝不断以有罪为无罪，他一定会审判那些罪人，免得他们的罪蔓延开来，连累别人跟他们一起受害。弟兄姐妹们，你选择什么路？你选择喇合的路，还是亚干的路？2条路可能一开始看起来没有很明显的差别，但是一条是引到永生的道路，一条呢通往灭亡。趁审判日子还没到之前，我们做一个很正确的抉择。如果今天，感谢主，我们知道今天是会员大会和会，虽然这是一个我们讲说可能是也是形式上，但是所谓的会员就是陪参会员，陪参的会员已经洗礼，已经知道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知道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洗礼，没有问题，没有关系。
感谢主，你今天愿意坐在这个地方。牧师也要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听刚才的圣经故事里面，有一个亚干讲的比较多，但是喇合如果我们再往前翻《约书亚记》，你就可以再清楚的看到喇合的那个改变转变。你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是已经受洗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你看待上帝的慈爱跟上帝的公义，会不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还有人会去算命，还有拿那个护身符，可能有关命理的、紫微斗数的、占星术的这些书籍物品，你家还有？可能有其他宗教有关的所谓的艺术品，没有问题。艺术品，我们如果一直想这个是艺术品，艺术品一直催眠一下，我想是不是也是很特别哦？去探访家里面看到一尊佛像，说哦，这是艺术品。有关撒旦、巫术、新世纪运动的书，是不是你家还有？特定的漫画书，我讲到漫画哦，同学们小心注意一下，海报跟其他涉及黑暗、暴力这个幻象这是影像的这些物品，还有关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统一教其他的宗教、东方闪电的书籍的网页网络，可能你不太清楚，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不清楚、不知道，说伊嘛在讲教会，这个网站嘛在讲基督教，但是看起来小可怪怪，不知道这个网站是进来的，赶快来问我们的长执、问牧师。有涉嫌这个邪灵巫术相关的影像的，比如说电网电脑游戏，我相信有玄学的或超自然的讯息 New Age 这些电影影片，还有一个色情刊物、照片、录影带、光碟等等的血腥暴力的这些电影。现在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家里面还有这样的东西存在的时候，建议2个处理方式。第一个，请你带到教会给牧师同工，牧师绝对不会放在我家。那个佛像，那个其他的所谓他宗教的艺术品。第二个，你做一个保护祷告，把这些物品销毁。销毁的原则就是尽量把这些物品破坏掉，不要使别人捡去，还可以用这些物品。我们保护的祷告可以这样说：恳求主耶稣用你的宝血，在我跟我家人的身上的四周围上这个荆棘的篱笆，来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受到任何的恶者的攻击。奉主耶稣的名宣告，这些物件背后的邪灵权势已经被捆绑、被粉碎，不能再让任何人做攻击、破坏的工作。然后奉耶稣的名求他们。那些物品都是属于你还未信主的家人，还不能随便整理那些物品，怎么办？积极的做法，邀请他来参加幸福小组，对不对？我有业配了，邀请他来参加幸福小组，传福音。牧师说的就是传福音，设法带领他们信主，想办法带领他们信主。等他们知道真理的时候，就可以告诉家人如何处理这些物品。在等候家人信主的过程当中，天天为家人、为自己做保护的祷告，求神帮助保守我们。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要面临到这个整件的过程。这光整件我们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了。那个不同的意见，我相信不是不好，但是有时候我真的是会争执。我现在终于稍微知道一点点为什么建堂不是这个整件建堂之后有些长老就辞职了，有些执事就不干了，有些牧师就离开了，因为恶者的攻击啊。感谢上帝，我们今天开合会，对不起，时间稍微多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像耶稣亚一样？一清早，他
他不只是一清早，他无时不刻的跟上帝有好的交通祷告。请将这个祷告卡拿出来好不好？咱从这个祈祷的卡贴出来。当咱来等咧做咧备办食的时阵，伊有询问啦吼，咱需要做什么款的祈祷？牧师团也好，而且咱的同工有列出这一些，其实还有好多哦，因为篇幅有限，还有好多哦。这个可以，我们自己可以在家，你要为着教会祷告什么？你要为着我们这个家祷告什么？哦，咱林口刚刚基督长教会林口教会，你要为咱的教会，咱这个家做什么款的代志？咱当然从祷告开始，你愿意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当你看到我们教会好像似乎也有困难的时候，也有那个咒诅要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为着我们的教会祷告？好，每个人都有2张。哦，你写赶快也是哦，写不最好是写一样的，因为但是我们会拿那个什么看板哦，看板哦，我们有同工准备好的看板。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我们再来写这2张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你是忌邪的上帝，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也赦免我们过去因着无知，可能让一些当灭之物仍旧存放在我们的家中，甚至一些思想想法存留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懂得远离一切的试探，罪恶的试探，也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好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大能的膀臂的保护之下，十分的平安。真的谢谢主。现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更要为着我们的教会祷告，因为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回到家里面，我们不希望他有太多不一样意见的分歧，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分歧当中找到一个共同可以合一的点。主啊，或许是语言，或许生活形态、意识形态，甚至是政治形态，我们都会不一样。但是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当我们遵从你的话，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听你的命令，要出去宣扬福音的过程。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迫切的祷告。主，你已经将这些意象放在我们教会当中。主啊，我实在是感谢你，将这个意象拢已经放伫我们的内面啊！恳求天父上帝你出大权能的双手，继续扶持我、医治我、帮助我。主啊，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让我们的长子同工有合一的心，牧师团有合一的心来祷告。主啊，我们也继续为了教会的意向跟我们的使命来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上帝你的福音。主啊，我们更为着彼此可以相爱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在此时此刻或许会很感动，但是我们就将这个感动也带回到我们各自的家庭里面，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无时不刻的来征战那好的征战。主啊，恳求你帮助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晚请咱大家来想，用一条有的时间，用一些时间，我们来填写。在每一张桌子、椅子的两边有笔，可以弟兄姐妹大家互相传阅，传阅。请把你的2张都勾选好，这个动作应该很快很简单，把它勾选好。然后等一下我会把它贴好，撕下来，1张撕下来，1张带回去，1张抓落来，这个贴纸后面比较安尼了，
你若写好啊，如果你写好了，你就举手，我们同工准备来收。这个动作应该是很快的，你就把手举起来就好，我们同工就会让你把这个你的祷告的这个卡贴上去，这样撕下来就可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撕下来就可以了。好，一张带回去，一张带回去。好，请我们安静的、好好的来想，把它勾起来。不只选一样的你要选一样也可以你要全部打勾其实也可以，但是更集中一点选一两样两三样三样特别你要为什么事情来祷告我们这个家，你的咱这间厝咱这个团队就合适求着保守。来，搁看一个背后加有这个贴纸你甲安尼抓落来，这边加你抓落来，真简单安尼抓。这个提车咱兄弟姊妹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放在布告栏上面，记得签名，会记你签名，因为这是咱甲上帝的约，咱甲上帝的约，咱上帝的约。写好，请咱安静祈祷。写好，请咱安静祈祷。写好了，我们就安静祷告，静默，然后祷告，就照着你这个贴纸上面的，为着这些事情祷告，为着我们的家祷告，求主恩待我们。不太会撕的隔壁的弟兄姐妹可以稍微帮忙一下。写好完毕还没有写好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先放着。等一下礼拜结束之后，你再拿到后面的这个讲台，后面的招待桌那边我们同工继续会协助你把它贴上去，然后这些会看在我们的公告栏上面会放着，随时提醒我们来到教会会提醒我们自己的那一张带回去，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冰箱还是讲化妆台你甲搭咧，来看，每天为着家来祈祷，每天为着这个祷告，我们就一起学习从祷告开始。
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我们一起来祷告，让这回来祈祷。主，我感谢你，主，我将我的祈祷献伫你的面前。主，我要祈祷但心，我心真多。主，无得确，我无彼此相听，无得确，我藐视你所给我的这个意向、使命，无得确，我真无爱教会合一，无得确，我嘛无爱牧师团，无爱我的中职同工，无得确，我无要成做一间健康的教会。主啊，我将这个罪带到你的面前，求你软化我的心。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看见你是慈爱的，你是公义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让你的慈爱跟公义平衡在我们的家里面。林口基督长老教会是一个需要爱的教会，林口基督长老教会也需要上帝的公义在我们当中。主啊，当你的公义跟慈爱完全彰显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真实的合一，我们就为着我们可以成为健康的教会来祷告，长子同工合一来祷告，牧师团的合一来祷告，我们为着教会整体的合一，我们为着教会的意向、教会的使命祷告，我们更为着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当然，我们还有要为着我们自己本身的部分，我们一并都献在你的面前，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荣耀你的名，一直到见你主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回应时哈，请大家一同站立，咱做伙起立来凭信息，用马上受比表，我做当为你的事。我最给当主。
亲爱兄弟姊妹，咱一时来准备今仔日的圣礼典，后面要来守圣餐，由主来保守，帮助咱纪念伊的疼。咱来吟一首圣诗第1节就好吼，218首228首第1节就好吼，咱请学师会紧乐先将圣餐的举办。亲爱兄弟姊妹，咱伫主耶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陪餐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回应伊所讲的恩典的话。马太福音11章28节，恁今仔着无敢同的，就来就问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记得。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使徒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了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年有下饼祝谢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安尼通杯讲，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还有拿笔来注谢，所以我们照他的样式，我们一起先来祷告，来做感谢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三甲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即马阮照你的命令摆设一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求你差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咧伫你的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血，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通荣耀你的名。感恩父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请后师的同工来头前。
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了，信我的人永定袂喙干。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不知道有哪位弟兄姐妹还没拿到这个饼？今日兄弟姊妹，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角来领受，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啉的时阵，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咱请服侍的长老来到头前事奉。耶稣说：“我站在门外敲门，凡听见我声音来开的人，我要进去与他同在，一起跟他安息。”耶稣佫讲：“要喙干是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着饱。”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得着饱足。”
不知道有哪位弟兄姐妹还没有拿到这个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杯是新约，是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喝的时候，就按着这样行来纪念他。请我们一起来领受撒迦利亚训。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兄弟姊妹，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角地带。这时，咱邀请德牧师来传咱做感谢的，我们请楚牧师来带领我们做感谢的祷告。诸天都要述说神的荣耀，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传扬上帝奇妙的作为。谢谢耶稣，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也就为我们死，唯有显出你极大的爱。谢谢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知道你吩咐我们蒙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忍耐，用爱心彼此的包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谢谢你透过圣餐，让我们见证你奇妙的作为，就是你连结我们成为一个合一的肢体。当我们众人、众弟兄姐妹今天召开合会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快乐的，我们的心是充满了盼望，因为你即将要做奇妙的事，帮助我们领受这个合一的心来建造教会，帮助我们用合一的心来彼此相爱，帮助我们用合一的心来互相造就。感谢赞美你，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愿你得着最大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今天圣餐就到这边，愿主赐福。我们请长老把圣餐的布盖上。用奉献来回应上帝哈，请我们用奉献来回应上帝，请服侍的同工。
报告了后，要来开始开户会吼。报告的事项，请家己看。总是当当的事吼，才有爱竞争要更正的地方。礼拜主理下礼拜的主理是卓牧师，诗会卢玉云执事，诗情林恩宇，诗线跟招待张丽丽、刘美惠，然后新家人关怀赖建志、张丽丽，献花以完是陈仲慧兄弟，会前领唱嘛是杨小文姐妹，圣歌队献诗，音控是李新玉，成人主日学台语成人主日学的部分，主理是曾宇璇，那是以赛亚书12到14章，路加福音第6章，启应文是第5篇。华语礼拜的部分，诗会一样是卢云林执事，敬拜团带敬拜。那诗线的同工跟招待的同工，也是张丽丽、刘美惠、刘香兰跟林嘉禾这2位是新家人关怀。华语的成人主日学，主理是赖福平执事，是使徒行传28章。其他的部分，请咱家己来看，然后来关心。那尤其是红黑的部分，若是有叮当，将咱的会给刚刚来进行哈。回来咱来开户会吼。就是咱大家小看一下特别是要来恭喜咱的教会青年赵子祥弟兄也就是赵小德弟兄杨美萍长老的第2个儿子，要在2月22号礼拜6上午10点在教会在礼拜堂。我们都说这是世纪婚礼因为还没有参与之前的最后一次所以我们恭喜他们恭喜他们。然后还有主日学的时间有以下的调整，特别是国中生，所谓国中生就是国小生就是属于主日学，不是按照这个走然后国中生的，请各个家长们鼓励你自己的孩子，如果还没有是国中生的，请他还是一样在主日学的部分跟着主日学的体适能，然后11点的那个分班来走。那国中生，国1以上的国中生就照这个走这样子。然后儿童主日学从3月份起有体适能的那个重新的报名活动，等一下在合会的时候，我们主日学校长会详加说明那其他的部分有夫妇营还有我们的传教社区主办的成人的社监语的这个班请大家我们也报了好多个礼拜，请大家一起来关心来看。那其他的部分请大家自己来看，如果有问题的部分，再向牧师、干事或是长职询问或是更正。这个时阵咱来开合会这个时候我们来开会员大会那牧师先报告一下那等一下我们这个合会的部分因为要节省那个时间还有效率这些那个时间较有效率所以咱今年合会